嗨，大家好，我是探评叔，今天是2025年6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挥还有胡锡进老师。今天是周末啊，咱们看一看胡锡进老师对以色列伊朗的冲突有什么看法。这两天胡锡进老师写了很多关于中东问题评论。昨天他写了一篇说以色列侵犯伊朗，西方不如批评，反而纵容，这是否削弱了西方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道德基础？这个胡锡进老师他是自问自答，说显然是的。支持以色列空袭的人可以说，以色列面临伊朗可能的核威胁，他是在行使自卫权。但是俄罗斯也面临乌克兰加入北约，使北约军队直抵俄罗斯边境的风险。俄罗斯也认为自己是自卫。还有人说乌克兰加入哪个组织是他的国家主权，但伊朗也可以说他发展和平利用核能也是自己的国家主权。他这个评论写得非常长，我就不念了，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也体现出这种浓浓的为老朋友担忧、为老朋友辩护。确实有一批这个大 V 头部正能量，他们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问题上，他们为俄罗斯呼吁，与俄罗斯共情；在中东问题上，他们要共情这个伊朗，而且振振有词，充分体现了这种善恶不分、黑白不分。当然了，他们本身的底层逻辑也就说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等等。实际上这些都经不住反驳啊。我们看看还有一个咱们的正能量单书房行走野生国师，复旦大学的中国研究院院长韦伟老师，他在接受今日俄罗斯采访时说，他说以色列的战争几乎都是先发制人的，这给中东地区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以色列打黎巴嫩、叙利亚、加沙境内，现在又打伊朗，但是以色列人民经历这么多战争，他们总觉得以色列是被很好的保护住了，因为有美国和铁穹计划等等。不过此次与伊朗的冲突是第一次让以色列的普通老百姓也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怖。如网友所言，你们也尝到了加沙的味道。大家看视频，以色列战争几乎都是先发制人，就给地区造来很多的麻烦，打黎巴嫩、打叙利亚、打加沙，现在打伊朗。但是以色列人民经历这么多的战争，但是他们总觉得以色列是被很好的保护住了，有美国、有铁穹计划等等。但这是第一次，他们的普通老百姓也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怖。现在网上很多人说，你们也尝到加沙的味道了。加沙的这个状况就是连着1个星期没法睡觉，然后居民楼各种各样房倒下来，警报不停在响。战争是一个要制止的，以色列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强大的反战运动。这国家搞的战争太多了，欺负人欺负的太多了，所以应该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大家坐下来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两国就是以色列是个国家，巴勒斯坦是个国家，一劳永逸解决这些问题。以色列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反战运动，我希望他国内能够产生这样的运动，这个对他的政府是一个很好的牵制。韦伟老师最后还说，以色列人民需要一个运动，反战运动。他呼吁以色列人民要尽快组织起来。说实话，我非常欣赏这个韦伟老师。我感觉从感官上来看，韦伟老师比这个加头老师甚至胡锡进老师感官上要好得多。他是真的是娓娓道来。如果你要放下成见，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他，你感觉他说的还是很有理的吗？韦伟老师他把以色列如果换成俄罗斯，你发现居然也能用，分毫不差。所以我现在高度怀疑韦伟老师现在在俄罗斯那边参加什么论坛，他是带有任务的。俄罗斯的战争几乎都是先发制人的，这给欧亚地区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俄罗斯打格鲁吉亚，俄罗斯打叙利亚，俄罗斯打乌克兰，俄罗斯打克里米亚。但是俄罗斯人民经历这么多战争，他们总觉得俄罗斯是被很好的保护住了，因为俄罗斯是世界第2强国，军事强国，又是5常之一。不过此次与乌克兰的冲突，第一次让俄罗斯的普通老百姓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怖。如网友所言，俄罗斯人也尝到了战争的味道，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我就特别佩服韦伟老师，可以这么说，就韦伟老师跟那个梅德韦杰夫俩人
一唱一和。周老师这个讲话啊，他实际上就讲的就是俄罗斯，他讲稿里面把俄罗斯换成以色列了，要不然怎么能这么准，讲的这么贴切？不能不佩服维吾老师，他是高手。也正是在维吾老师这样的正能量、这样的大 V 的鼓吹之下，反复的游说鼓吹，地保老人才疯狂加仓。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大家仔细对比一下，不需要那么高的认知，也不需要懂得太多道理，你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两个完全不是一码事。以色列对伊朗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是不准伊朗搞核武器。这个不光是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更符合全人类地球的利益。核不扩散，人人有责啊！你们不管，人以色列管，难道还错了吗？这个德国总理莫尔茨说了，这以色列他是为全世界在干脏活。以色列人是要伊朗的领土吗？反过来你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打着旗号是什么北约东扩，什么乌克兰有纳粹分子班德拉，干的什么事呢？对吧？在乌东4个州搞公投，克里米亚公投，然后把这些纳入俄罗斯的新领土，这俩是一码事吗？俄罗斯人留地不留人，还诸如此类的，大家自己可以去分析。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头部正能量这样为伊朗洗涤，同情伊朗，为伊朗辩护，但是他们只看到以色列空军轰炸德黑兰，轰炸伊朗的这些军事目标、核设施、弹道导弹设施，但是他又对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中东做的那些事情他视而不见。他对2023年10月哈马斯在伊朗的支持下悍然发动的这个叫阿克萨洪水针对平民的这个恐怖袭击他不提。以色列人厉害到什么程度？据说昨天以色列是专门派这个战斗机去轰炸伊朗的一个城市，炸谁？就是炸当年2023年去指导参加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行动的这个伊朗圣城旅的领导。人家以色列都把他放到扑克牌上去了，必须除掉，冤有头债有主，就找这个人。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伊斯兰的革命卫队输出革命，在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支持胡塞武装，支持叙利亚这些，他们已经在付诸行动。他不是说理念理想正能量大 V 对这些视而不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敢公开给俄罗斯援助武器的。那目前为止就2个，一个是朝鲜，一个就是伊朗，伊朗是先给的，我就不一一分析，大家自己可以对比。以色列去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弹道导弹设施，或者是军工厂，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实际上就是侵略，是一码事吗？我们再换种说法吧，从这个正能量大 V 的角度来看，就是从他自身利益。这些正能量大 V 挂在嘴上的不都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吗？那我们就从利益来看，他们为什么支持俄爹呢？这个我们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个节目里面说的很多了。我们今天再分析，胡锡进老师还有维维这些正能量，他为什么支持伊朗、同情伊朗？这说不过去。从这些人这个口头禅，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如果按这一条来套的话，似乎他们也不应该支持伊朗。为什么这么说？看看伊朗人都干了些什么。今天晚上有一篇文章说的还是有理有据。他说伊朗从东方盟友到战略负资产。他这文章是从大国角度说的，说伊朗从这个东方大国的盟友到现在已经变成大国的战略的负资产，是个累赘，是个包袱。他这文章是从11年前写起，2014年，也就是地保老人悍然吞并克里米亚那一天。2014年11月24号，维也纳霍夫堡宫内的谈判桌前，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突然抛出一份大国企业涉疑制裁清单。这个克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名单，就是大国的企业，这些企业都是跟伊朗有合作，现在要制裁。据说这份长达237页的文件详细记录了68家大国企业与伊朗的能源、通讯、设备交易记录，甚至包括菊花子公司精通科技与伊朗电信公司1.3亿欧元的电脑设备合同细节。伊朗的谈判代表当场承认基于国际反洗钱合作义务，
并提供了部分资料，直接导致次年美国司法部启动对菊花厂孟大小姐的银行欺诈指控程序。这个轰动一时的加拿大把孟小姐给拘了，大家还记得吧？那现在有人已经披露出来了，为什么被拘？原来是我们的盟友伊朗出卖的。果然有人出卖，说这场交易背后是美伊的隐秘博弈。美国承诺解冻伊朗80亿美元海外资产，换取其配合打击违反制裁的大国企业。时任伊朗石油部长赞加内在回忆录中披露说：“我们需要向西方证明改革诚意。大国永远不会真正理解伊斯兰革命精神，也就是不要看伊朗跟大国打得火热，大国你不懂我的心，也别指望着大国能理解伊斯兰革命精神。”这种战略眼光直接引发连锁反应，菊花厂被迫退出伊朗5G 建设项目，另一家大国的电信企业缴纳8.9亿美元罚款。大国在伊朗叫南帕斯气田开发权被转交法国道达尔。为了美国解冻那80亿美元的资产，伊朗出卖了大国，把大国的利益抛之于脑后。更深层的裂痕在于商业伦理的颠覆。2015年伊核协议签订后，伊朗方面单方面废止了与大国企业签订的14个基建合同，总价值超过120亿美元，包括德黑兰地铁延长线、伊斯法罕炼油厂等项目。伊朗工业部长拉哈马尼公开宣称，欧洲企业的技术标准更符合伊斯兰文明价值观。这个按照伊朗人的说法，这个维维老师、胡锡进老师，你那价值观人家都看不上，你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连伊朗都瞧不起你，你还在玩命的同情伊朗，也不知道什么逻辑。2021年3月27号，大国外长在德黑兰签署的大国伊朗全面合作计划，本可成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里程碑。协议涵盖能源、基建、军工等领域的4000亿美元投资，特别约定以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北斗系统替代 GPS、联合开发霍尔木兹海峡自贸区等战略合作。但协议执行开始便遭遇3重困境，也就是说，这个协议签得非常热闹，4000亿美金投资，那么大国跟伊朗绑得就更深，但实际上这个叫无疾而终。原因是什么？说第一个，金融通道梗阻。尽管设立昆仑银行作为特殊结算通道，但伊朗央行始终拒绝公开外汇储备明细。也就是你俩公司合作，这么大的战略合作，那你公司双方都要公开自己的这个叫资产负债表，就我得知道你有没有多少钱，你家底，要不然我把这钱投给你，你到时候还不起。所以说这个就需要伊朗的央行公开你的家底。这家底主要是外汇，但是伊朗拒不提供。2022年，伊朗对大国石油出口激增至每日92万桶，但近30%货款被伊方挪用采购土耳其黄金和印度药品，导致大国企业炼化项目资金断裂。你看这个合作是这样子的，大国从伊朗买石油，那不资金就来了吗？这个资金要定向用在大国和伊朗合作的项目上，结果伊朗把这个资金给挪用了。第二个，伊朗的政策仿佛无常，在恰巴哈尔港的建设中，伊朗6次变更规划，从自贸区改为军事基地，再调整为石油储备中心。中交建集团项目经理李明浩透露说，每次变更都要求大国追加投资，却拒绝提供主权担保，也就是你大国投资他没有担保，他没有抵押，你就是白借给他钱。最终这个战略港口沦为大国企业计提23亿元坏账的黑洞项目，也就是大国在这上面至少浪费了23亿，没了，打了水漂。第三个是技术转移的陷阱，伊朗强制要求大国企业在能源项目中采用51%本地化率，但伊方技术人员将大国提供的岩液气开采技术泄露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你看看，更荒诞的是，伊朗石油部2023年以技术参数不达标为由，
拒绝接受大国交付的8套深海钻探设备，转身却用该设备设计图与埃克森美孚谈判，也就是把大国当作筹码来跟别的公司博弈。在文章说，从斡旋者到止损者的战略转身，指的是大国。大国本来在中东是斡旋伊朗跟沙特这个千年恩怨，想在中东以第三者，对吧，和平的这种姿态出现在中东。大家记得2023年，现在提出叫止损，也就不能再陷太深。2022年12月，首届中阿峰会举办，标志着大国中东政策的重大调整。当沙特承诺未来50年优先对大国供应石油，阿联酋宣布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时，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贾法里突然召见大国驻伊大使，威胁任何损害波斯湾平衡的行为都将付出代价。也就是大国在那儿跟沙特、跟阿联酋在搞关系、搞投资、买石油，这个引起了伊朗的不满。伊朗人认为你在中东，那你只能支持伊朗，伊朗得失去大国独家庇护的深度焦虑。后来2023年3月份，突然平地一声惊雷，在大国的穿梭调解下，沙特王储小萨勒曼与伊朗总统莱西达成北京和解宣言，约定互设使馆，恢复石油过境，共同开发波斯湾油气田。这本来不是好事吗？美国人在那搞了1000年，不是美国人在那搞了几十年了，中东这上千年的恩怨居然一下化解了。但是高兴得太早，协议墨迹未干，伊朗便向胡塞武装提供圣城巡航导弹技术，导致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再度遇袭，也就是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采油炼油设施。你说伊朗坏不坏吧？他自己不动，他让他的抵抗之狐小兄弟出手，这就是变相的撕毁了协议。这种谈判桌放火的行径，彻底消耗了大国的政治信誉。也就是大国你在里面斡旋没有用，人沙特人来问你，你这怎么整的？说好了吗？协议签了，他打上了。大家能理解现在伊朗被炸成这个样子，他的中东的阿拉伯兄弟也顶多说一句不痛不痒的话，没有一个说帮忙的，都是袖手旁观，甚至有的希望那炸得再狠一点，得道多助啊，失道寡助，对吧？当一个国家遭到别的国家打击的时候，你看看都是谁站出来帮他说话，主持公道。至少到现在为止，帮伊朗说话也真心实意帮伊朗主持公道的没有，连俄罗斯都是不轻不重的说一些话。2024年5月，莱西总统坠机事件成为大国和伊朗关系的转折点。新任总统佩泽西奇扬一上任就公开质疑，说大国承诺的4000亿美元投资，实际到账不足3000亿。我记得当时新闻还放了伊朗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到大国来了，要这4000亿的投资。你说怎么可能呢？伊朗都已经这样了，他指望着大国继续往里投钱，4000亿美金。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像这种投资是长期的，一签都是10几年，这10几年里面陆续往里投资，投了一批再一批，要看效果。这种框架协议啊，但是伊朗人已经把这个协议当做个什么？当做一个援助，你得给4000亿给他，类似于援助贷款。这个4000亿，你甚至可以理解成什么？我第一批在那里投资了200亿，赚了50亿，把这50亿再投进去，说不定还再追加100亿，就是投资都是这么玩。结果佩泽西奇一上任，立马开始查账，说你承诺了4000亿美金的投资，实际到账只有100亿、300亿啊，还剩下3700亿，你赶紧投。这还不算，更严重的这个挑衅发生在军事领域。伊朗国防部单方面终止采购歼10采购合同，转而以维护技术主权为由，引进俄制苏35战斗机。你看看，他不仅把大国的技术转移给这个俄罗斯，还把大国的合同给终止了，反过来去买俄罗斯的苏35。那伊朗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就是俄罗斯人呢答应了向伊朗提供浓缩铀提纯技术。2024年10月12号，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突然宣布，任何对本土袭击都将触发对海湾国家无差别打击，直接将矛头指向沙特。这个直接就打击了大国在沙特的利益。大家也知道，大国在沙特的投资是非常多的，
沙特在大国的投资也很多，双方互相投资，而且大国和沙特刚签署叫吉达防务合作协议，刚过半个月，这是防务合作协议，也就是大国要保护这个地方。结果伊朗立马说，只要伊朗本土遭到袭击，他就会无差别攻击海湾国家，管你什么地方。这不就是打大国的脸吗？公然打大国脸。大国在沙特搞了一个红海新城项目，投资将近700亿美元，也就是在沙特搞了一个工业园，非常大。这个伊朗居然把矛头对准了大国的工业园，所以就不仅影响大国在中东的利益，也动摇了大国在中东战略的根基，就是能源安全与地缘平衡。大国终于启动战略止损程序，暂停所有对乙主权贷款审批，撤回恰巴哈尔港、伊斯法罕光伏产业园等23个项目的技术人员，将伊朗列入高风险投资国名单，要求企业新签合同必须投保政治风险。同时，在联合国安理会默许美国强化对乙石油禁运。这种转变呢，绝非偶然。从数据上也能看到，2025年第一季度，大国对伊朗直接投资同比暴跌87%，而对沙特投资同期同比增长214%，对阿联酋的投资同比增长180%。你就对比一下，也就本来要给伊朗投资的，现在全部停掉，但是给阿联酋、给沙特的投资，那都是成倍增长。实际上就是大国在中东的这个政策悄然转向，来不及宣传。但是胡锡进老师还有维维老师恐怕还没有领会到最新精神呢，还在这力挺伊朗，挺得好就好，挺得不好，说不定要找他谈话呀，下场跟加多老师一样。这个中东的困局给大国外交上了深刻的一课。什么深刻一课？也就是跟伊朗这样的国家，你单独的利益捆绑是没有用的，反而助长伊朗的自己的叫外交政策这种偏离。大国在2016年到2023年承担伊朗78%的石油出口，也就是伊朗它78%的石油是卖给大国了。按理来说，这个7年时间，那伊朗在美国的这个制裁之下，它还能活下来，那不就得益于它的石油被大国买了吗？本来他应该感恩，结果他不仅不感恩，反而变成一个讹诈外交。他反过来认为是你离不开他的石油，就像这个俄罗斯他认为德国离不开他的石油一样。没有我们给你提供的能源，你能发展成这样吗？这就是他的逻辑。大家可以看一下海关数据，就是说伊朗70%、80%的石油卖给大国，但是大国的它石油进口是有10几个国家和地区，伊朗的石油在大国的占比恐怕是不足10%或者是15%，就这么一个量级。还有伊朗和大国的这种意识形态完全是不一致的，就不一样。波斯帝国的历史荣光与什叶派殉道意识形态交织，使伊朗精英层难以理解现代契约精神。在伊朗人的眼中，合同不是法律文件，而是强弱博弈的临时记录。第二个说，伊朗人这个教士集团，他也把握不住现代化发展的这种趋势。中东正在从冲突大陆向发展高地转型。你比如说沙特，人家已经搞了什么2030愿景，阿联酋开始搞什么人工智能战略，也就是高质量发展。伊朗还在像俄罗斯一样，他们还在搞路径依赖。伊朗还是坚持什么革命输出型经济体，俄罗斯还是搞扩张嘛，对领土的掠夺。所以他们能理解，能玩到一起去。你看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胡锡进老师、维维老师还在为伊朗鼓如呼，为伊朗抱不平。不知道他是高级黑还是什么意思，还是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实际上，胡锡进老师、维维老师他们一个底层逻辑也比较简单，他只看你反不反美，反美，那你就是朋友，不是朋友也是朋友，不是朋友也按朋友对待。享受朋友待遇。你要不是反美，你要亲美，那对不起，不是敌人也得按敌人来对待。他们判断问题比较简单，就归根结底就这么一条。比如什么文明不文明，正义不正义，是非对错，这不重要。即便你曾经伤害过大国，对不起大国，但是只要你现在反美，那过去就一笔勾销。无论你如以前怎么帮助过大国，怎么有恩于大国，但是你现在只要你跟着美国瞎跑，那你就是敌人。没什么好说的。
这就是胡锡进、维维老师的他的逻辑的起点，或者是他的底层的逻辑运行方式啊。我们再看看这个台湾名嘴他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这个大陆网友懂个屁啊！你根本不知道伊朗被神权政治搞得多惨啊，是为了伊朗好啊，这边瞎挺神权政治，可笑啊！伊朗革命1979到现在多久了？你知道吧？46年呢、全世界有哪一个革命政权搞神权政治搞46年的，把自己国家都搞垮了、啊，莫名其妙。而且那个伊朗的那个宗教帮5个家族啊，里面有2个家族都是亚塞拜然的、啊，教士帮50%以上都是亚塞拜然的、啊，根本就不是波斯人啊，根本就搞不清楚，那边胡说八道。巴列维这个名嘴就批评，他就直言不讳说，内地的这个网友居然还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持伊朗，他也理解不了。实际上很好理解，我刚才说的一切是以跟美国的关系、跟美国的态度来决定。美国就是把尺子，美国就是一个叫对标对象，所以摆在胡锡进老师还有维维老师面前的一个难题，一个比较困惑的地方，就是现在普京跟特朗普俩打得火热，普京不打算再反美了，那怎么办呢？普京要叛变，这个确实让人头疼。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